一开始呢，我知道要来录这个节目，我觉得有点紧张，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吴胜志这一个人。后来我才把这个歌跟原来的创作人连在一起。那后来呢，我就挑了一首歌叫《浓焦焦扭嘎嘎》。可是当我进到歌里面要开始去思想去练习的时候，我觉得天哪，这是奇才！他可能主歌会有大调小调在那边换，而且拍子也不太一样，我就搞得头很痛这样。可是他又很特别，他在后面有一段，他就故意设计会让你很好记的一个段落，比如说以秋出痛出痛出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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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道？我觉得怎么会有人这样写歌？我觉得太有意思了这样。我们今天一般都会把吴胜志老师尊称为先驱或先锋哦。那所谓先驱跟先锋的意思呢，就是他做的事情走得比一般人还要前面。我今天要举这首歌，扭嘎嘎这首歌，这是我最喜欢吴胜志的一首创作，词曲都是吴胜志自己创作的，可以说是在他的词、在他的曲、在他的编曲还有唱腔这4件事情上面，都搭配到完美无瑕的一首经典作品。那我们可以听到《扭嘎嘎》这首歌里面的那个开场的贝斯进来之后呢，跟着是那个电风琴的音色、电吉他、鼓、人声，一层一层叠进来，由这前15秒就已经构筑出这整首歌的这个很活泼啊、很轻快的、很诙谐的一个基调，充分展现出他这个摇滚乐的背景，跟他对于流行歌曲突破的地方，这也才可以称得上他作为先锋的地位。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编，其实也是想了很久。因为吴胜志老师他是早期的吉他英雄，那我就找了现在的吉他英雄，就是用指弹。那所以呢，要来诠释这首吴胜志老师的经典《扭嘎嘎》。眼看一家当初暗杀偷渡嘅咱嘛，真袂麻烦度量有差，逐晚都听来严加。自由金也偏又来约束，用爱送酒家，伊就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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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通通通通通爆炸了，落到扭嘎嘎，扭嘎嘎。春尾大兵难免也肥家，二手天发大松大下，大家都来调查。自由金也偏又来约束，用爱送酒家，二手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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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咚咚咚咚爆炸了，落到扭嘎嘎，扭嘎嘎。扭嘎嘎，真推动咱已经算甲看破爱用它，放假一家水彩伊啦，讲破唔要撇啥。自由金也偏又来约束，用爱送酒家，二手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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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咚咚咚咚爆炸了。落到扭嘎嘎。